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sa。大家敢知影台语的白话语、高等教育、印刷术，拢是谁引进台湾的？台湾的第一份报纸，阁是谁出版的？今仔日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咱有抽奖哦！娃娃 TV。今仔日我要来甲大家介绍的是一位为清朝末期就来到台湾传教服务，佮经过台湾的日本时代的英国牧师巴克勒。巴克勒巴牧师是1875年来到台湾的，伊毋但是来传教的，伊佮做真侪对台湾教会、台湾社会拢真有帮助的代志。巴克勒牧师来到台湾了后，为着要和台湾人沟通传教，所以伊真认真学习台语、汉文。毋过后来伊发现台湾90%以上的人拢是青眉牛，而且汉语太过复杂，台湾人根本无可能靠家己学汉语来认捌汉语圣经，所以伊就开始推动简单语言的教育工作。开始推广以简单的 ABC 做基础的拼音白话语，互只要会晓听、会晓讲的人就会晓读。另外，巴克勒牧师佮引进高等教育，创立附设大学，就是即卖的台南新学院。伊将新学教育、科学、传统知识拢教互遮的信徒学生，培养在地人才。巴克勒牧师佮转去英国学习印刷技术，将技术早转来台湾了后，印出台湾第一份教会刊物，嘛是台湾的第一份报纸。巴克勒牧师平常时嘛会随时甲伊伫生活当中无听过的事拢总记录起来，所以后来伊互人找去翻译圣经，甲圣经翻做白话语，互大家拢会当读有。伫同一个时阵，伊阁互拜托去情报下音大书典。下音大书典是1873年杜家德牧师所出版的厦门书典。伊伫迄个年代收集、调查、记录当时闽南地区即个所在的语言，来编写出即本下音大书典，就是厦门音甲英文的对照书典。毋过经过10几年了后，大家发现中国即个地区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台湾迄个时阵，佮已经挂互日本啦，真侪词甲社会用语拢无共款啦。所以大家感觉必须爱搁增加一寡新的词，无即本字典就无够用啊。所以因就去拜托迄个时阵伫台湾的巴克勒牧师来去情报下音大书典，因为巴克勒牧师伊真认真咧学习台语，伊阁有真丰富的资料，所以即个任务就交互伊啊。听讲后来情报的部分竟然有原本的一半侪哦。巴克勒牧师的一生拢奉献互台湾，伊毋是台湾人。毋过煞比任何人拢爱台湾即块土地，伊早着伊的信用加上台湾即块青分的土地，伊面对了真侪考验，有时阵阁会拄着性命的危险。毋过伊毋捌求退，勇敢向前行，为台湾做出真侪贡献。想要了解更较侪巴克勒牧师也是台湾故事的人，会当去看即本全台文的红仔册《台湾名人传记艋舺巴克勒》。我嘛是看了这本艋舺了后，才知影这个故事。我规本拢看了啊，真好看。这毋是一本宗教的册，只是拄好作者所描写的人物有这种坚定的信用尔。这是一本有关台湾历史发展的册，作者用艋舺的方式来讲出台湾的故事，所以毋是基督教的人嘛会当来看卖哦。这本巴克勒是第2本台文艋舺。第1本是22版受咱民权律师汤德宗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嘛会当去找来看哦。大家会当练习看台文，看无啥有台文嘛无要紧。这册内底有附一本华文的翻译本，互大家会当对照来看哦。好，最后咱要来抽奖啊！我要送出一本巴克勒，一本汤德宗互大家。只要你甲我的影片试一个赞，而且伫下骹留言区留话，加上你想要倒一本册，阮就会抽出2位幸运的观众朋友来送互恁哦。毋过歹势，只限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朋友尔哦。
好，我是 Lisa，今日影片就到这，若想介我影片的话咧，我即摆集赞搁爱分享出去，也要电话观众朋友嘛，要即摆试只电话咧，开开微微小铃铛，安尼较你顺顺先影片通知哦。另外嘛，即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欢迎大家follow 一下啦，赞的哦。好，安后一个节目再会，大家敬请期赞老的抽奖哦。